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这个演讲。那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曹文杰老师啊。那我为什么要邀请他？其实是因为就给大家而乐啊，很多人称赞他，然后对他印象深刻。我的老师称赞他。那为什么称赞他？原因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语言学专业背景，他是清大语言学硕士在交大语言学硕士在读书，然后后来在台大念博士班，没念完。对，没念完，而且那个原因不是因为他念不完，是因为他觉得现在的资讯的那个工程处理语料的方式，他觉得不赞同，对不对？我听说是这样子，所以他后来就自己出来开了软体公司，就是卓成科技，然后他就是专门做一些语言学方面的这些软体它包括那个断词啊，包括句法的那个结构所以我邀请他，就是很希望他可以给我们一些，就是一般我们从外面的做语料库、做 AI 的人，然后可能缺乏的一些视角，他可以给我们一些不同的想法。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王老师。疫情开始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确诊过，想不到在前天感冒了。今天声音不是很流畅，中间可能会咳嗽，请大家包涵一下。不过我昨天去看医生，不是流感，也不是确诊，只是一个感冒。那补充一下刚刚老师讲的话，我去台大读的时候不是读语言学，我去台大读的时候是去读工程科学。去读工程科学，然后我读的是资讯组，那我们那时候的确是要处理一些语言的问题，主要是要做搜寻的。那个搜寻的话呢，问题是这样子的，我去读那个科系是台大的那个海洋工程与工程科学的博士班，资讯组。那就想说，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在那个海洋科学里面，对不对？海洋工程里面，海洋工程它是以前的造船系。那其实我现在把那条件讲出来，大家就发现说这件事情跟我们在台湾的这个语言科技或者是语言的这种发展条件是息息相关的哦。船只离岸之后离开港口，它就没有无线电力，它的电力看你在挂油嘛，对不对？它没有无线电力，它没有无上限的计算资源，它的电力供应是不稳的，它的资源是缺乏的。然后呢，他说不然你送到云端去网络上来算了，可是呢，它的卫星频宽也是有限的。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就很像是，我们现在台湾遇到的问题一样。我们在做语言科技，我们希望可以发挥我们台湾在不管是台文啊、客语啊，或者其他人岛语，甚至是台湾的国语习惯用台湾 Mandarin 这个字，因为我们的 Mandarin 跟中国的 Mandarin 不太一样。那我希望可以发挥我们自己的在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的时候呢，就发现说，我们的资源量跟它比起来的话是不够的，所以台湾就像是一艘离港船只一样，我们预算力有限 ，OK， 然后我们产生资料的速度也比它慢，因为我们就只有2000多万人嘛，对不对？人家有疫情前16亿人口，那我怎么知道说他一天可以产生多少资料量？那我们那个数字其实我们知道。这是比不上去的，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找一个方法，把语言学的知识带进去工程里面，那是我去读的这个原因。那我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其实英文题目比中文好，就是 Linguistics for the Age of AI。那我是用 for， 是用 in 因为我希望比较一个积极的一个态度。其实从这个AI 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语言学的知识有非常多主动可以做的事情。那我今天就是来跟大家分享过去的几年里面我做的事情。今年是2023年的年底嘛，我们公司从2011年就成立了所以到现在是超过10年了。那就不是什么新创，所以我今天不是来跟你们随便哈哈而已。我今天讲的每个东西，我们都背后有实际做出来的产品。OK， 好，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产品都卖给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客户都用过了超过3年以上，那不管是
客户的客户的反应是这样，有人会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不管喜欢不喜欢，都得承认就是效果很好。好，然后呢，我们今天的内容第一个会跟大家解释什么是语言学，什么不是语言学。对，那这边我先做个小小的一个调查，在座的各位啊，让我抽样一下，我刚刚数了一下，大概18到20个人。那在座的各位是台湾所的，台湾系所的可以帮我举个手吗？ OK， 好，那不是的同学，可以问一下你是哪里来的？英语系，后面我外校 Facebook 看到 Facebook， 让我们宣传到 Facebook。哦，校外的欢迎。是消费者系。对，写程式的。哦 ，OK， 欢迎。那郭明同学。对。华语系。华语系。OK， 好，那我再换另外一个方式问，在座知道什么是语言学的人可以举个手。知道 ，OK， 对不知道，OK， 好，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讲的东西就不会听起来莫名其妙。好，所以我今天第一个段落跟大家解释什么是语言学，什么不是语言学啊，包括我们在很多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从语言学，然后我要去学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的时候，看了很多书，看了很多书之后，就学里面各种方法，断词啊，然后知道里面的各种做 NLP 要做面临的任务，比方说语义分析啊，然后抽词啊，然后文分类这些东西。看了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这些问题其实都跟语言息息相关，但是他们采用的方法都跟语言没有关系。对。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是要跟大家分析的是说，我们什么是逻辑，什么是结构，语言中有它内建的逻辑，语言中有它内建的结构，然后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现在的语言模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实际上做出来的东西，然后我们做出来的东西都是有人买单的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有人买单这件事情，其实做 business 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肯定不是说good 你做得很好的样子，而是说你做的东西的确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的，你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的。OK， 要不然的话，我刚毕业的时候呢，其实常被人家就是被那个业界哈，我是2008年毕业的，08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那个全球规模的大事，就是金融海啸。然后我一共前后投了200多个履历，然后都面试机会很少，很少。所以当时的面试的时候，最常被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语言学可以干嘛？对，这是个好问题。当时我回答我自己的问题。好，08、09年一直到2011年的时候，我想清楚语言学可以干嘛，所以我开始创业。语言科技我们一般读这个一类组然后读这个人文社会学院相关科技的都不太知道什么语言科技。所以科技和那个霍格华兹的魔法，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反正都不懂它就冒出来可以用。那事实上，我们讲人工智慧的时候，它背后是分这3个大领域，一个是自然语言处理，就是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然后一个是影像辨识，一个是自动控制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小分支但大致上是这3个东西。那自然语言处理呢，里面又分成一个是文字的处理，文字符号的处理，另外一个是那个语音讯号的处理，所以会有 text processing 跟 speech processing 这2块。那这2块呢，各自都可以去做这个资讯检索。资讯检索讲白了就是做搜寻引擎 ，Google 然后这些搜寻引擎。文本探勘的话呢，实际上个数位人文就可以做。比方说，如果要问你一个问题说白水的就直接拿那个你所可能会有兴趣的部分，白水湖春梦里面提过哪些地方？你可不可以有里面所有提过的地方，画出一个时间的这个时间轴出来，然后呢，知道里面的主角他曾经在哪个地方出现过，在哪个地方做过哪些事情，然后让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从事的事情是最丰富的。OK， 这是一个数位人文的一个问题我不是在问你什么那个美感的问题或者是说文学的那个造诣的问题，我是问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来做这件事情。所以问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涉及到语义分析意图分析意图分析就是说这句话这篇文章要干嘛，要干嘛。简单讲要干嘛，就是你妈妈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不可以帮我把垃圾拿去倒？你觉得他是想问你可不可以吗？
不是，他的意图就是你把垃圾注意到，对不对？所以呢，他不接受你说不可以的。OK， 好，我们人类有这个本事，可以很快的做完这个意图分析，我马上知道这个问句不是问句题，对不对？这个问句不是问句。啊，意图分析啊，机器翻译啊，或者是其他我们分类、生成这些东西。好，那讲到这个的话呢，就要讲到1950年代的时候，当时 AI 这个词第一次冒出来。第一次冒出来的时候，现场其实是有这个语言学家在场的。当然是1950年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传统的语言学家，就是老一辈的语言学家。老一辈的语言学家干什么？当时他们在场，那即使是现在你去那个 MIT 的 Stella Center，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规划哈，就是它的那种Stella Center 那种大楼里面，语言学系、心理系和 Computer Science 3个都在同一大楼里面。这是有意义的，因为 something。OK， 我有一年暑假在那边过，然后就是因为没有钱嘛，没有钱，所以我就上小学到处跑，跑来跑去跟人家做实验。在 MIT 的那个学校里面，我不知道其他学校怎么样，他会贴一个 post， 上面有 email 或是电话，跟你讲说，我们想做什么实验，对不对？然后可能给你2块美金、3块美金、5块美金，你来参加这个实验这样子。好，在05年那个时候啦，3块美金其实就可以吃2餐了，生日是可以吃2餐的，所以我就很常去做这个实验。做那个实验的时候，就会跟那些做实验的人聊天，他说，为什么你们会至少我从台湾来的，我们学校的科系都是近似的科技摆在一起，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们会把这3个科技摆在同一栋大楼里面？然后里面有一个比较年长一点的，可能是博士生还是怎么样？他说，其实我们在研究是同个问题的3个面向：心理学、电脑科学，还有语言学。我们在研究是3个问题同个面向，所以摆在一起的话比较好沟通。当然，可能后面的人就不是这么认为的。你看，就是说现在这个 AI 爆炸这10年，对不对？2012年到现在的这个 Big Data 冒起来之后，几乎都是美国西岸的大学，像斯坦福啊、卡耐基梅隆嘛，对不对？这些在 dominate 说 AI 的发展，反而东岸的这些传统上，我们真的是认为说他们是在做 hard science 的这些学校，就比较没有什么深入 ，MIT 啊、NYU 比较没有什么深入。那在做这些那个传统的文法式的 AI 的时候，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还在看到一篇文章，他在讲说语言学都在定义那个文法。我看这句话在高铁上就眉头一皱，我们没有定义文法。我不知道你是为什么讲，我们语言学都在定义文法，所以那个文法非常的复杂和细腻，因此电脑没有办法去扩展开来这样子。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发现说，如果你真的要用那种方式来去写很多的文法规则，让它变成程式码来给电脑去跑的话呢，这件事情是做不完的，所以呢，从50年到90年这中间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所有做 AI 的工程师，所有做 AI 的专家，都跟语言学说，拜托你们不要过来好不好 ？OK， 好，70年代的时候，甚至有一个 IBM 的一个负责语音辨识的那个主管，技术主管，他讲出一句话，他说：“我发现，我每开除一个语言学家，我们的产能就提升20%。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是做 IBM 的语音辨识，然后呢，他们 team 里面的那个语音辨识的工程师写完程式的时候，对不起，他们 team 里面的那个语音学家就出来了。OK， 你这样写不对，我这样写为什么不对？我这样写有成果啊，而且这个是对的，不是你的原理不对。你这原理不对，这个原理不符合我们对语音的认识，不符合我们对构文的认识，不符合我们对语音的 perception 的认识，这样子，所以你要重写。OK， 那任何的软体工程师都会觉得说莫名其妙啊，它可以动，为什么要重写？对不对？结果没有错，辨识有没有错，我要重写。所以呢，他们就去跟主管抱怨，主管当然就会说，为什么还不能出货？对不对？我 care 是出货嘛，还不能出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每次我写完要提交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不能提交，不能提交为什么？那个答案不对嘛？答案是对的啊，可是他觉得我原理是错的，所以他就不准我提交。OK， 几次来回之后呢，最后他们就把那个语言都 fire 掉，就少一个人阻止他，就可以提交上去了。到90年代的这个统计式的 AI，2012年的 Big Data 出来的 AI， 知道机器学习法，
去年的刚满1周年的一个大型语言模型。这样一路上过去的时候呢，当时的语言学家既然被 reject 在 AI 之外了，就是说你们的资料实在是太大了，语言的资料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就出现了另外一批人，他们说不然这样吧，我们来做取样，取样成一个语料库。OK， 你想想一个资料库，这个语料库呢可以代表人类所有的语言。这样不就变成说我没有去做那个无上限的语言了吗？对不对？我是一个取样后的一个语料库嘛。那做这个语料库的话呢，就会涉及说如何从这个语料库里面去做一些需要做的计算。那这些计算原本是跟其他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比较没有关系的，所以呢，在这上面出现了另外一个小小的学科，叫做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OK， 大家也会发现呢，即使是现在有许多在做 AI 的人，他们觉得说，我们也是有跟语言学家合作的啊，我们有去问一些语料库的语言学家，有去问一些那个计算机语言学家，对不对？他们都认可我们的做法，对，他们当然认可我们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60年代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语言学的现代化。语言学的现代化呢，是 Chomsky 他带出来，他问了一个问题，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觉得说，当50年代的时候觉得说，传统语言学是觉得人类脑袋是空白的，所有对语言的认知都是由外界来的。OK， 你对语言怎么操作，就它该怎么讲，都是由外界来的。好，脑袋是空白的。可是呢，60年代的时候，在现代语言学问了一个问题：如果都是外界来的，为什么小孩子把 go 加 ed？Gold。OK， 好，因为他身边没有一个大人会这样讲话，对不对？他身边没有一个大人会把那个 goose 就是那个鹅嘛goose 的复数是 geese 嘛，对不对？就那小孩讲 gooses， 加了 es 在后面，他身边没有大人会这样讲话。我还可以跟各位分享我的同事的小孩这样讲，刷牙要用这个牙齿酱。什么是牙齿酱？牙膏，对不对 ？OK， 他自己 create 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可是他爸爸妈妈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听懂你讲什么东西了。没有人这样讲，没有人做这种 input， 可是他会做这种 output。OK， 这些事情都在让我们证明，在让我们question一件事情，就是会不会脑袋其实不是空白的 ？OK， 会不会脑袋其实不是空白的？从60年代一直到现在呢，大概是2010年之间这将近有60年的时间，如果大家去看 Chomsky 收的学生以及他们的模语的话，你会发现 Chomsky 这个算是老狐狸吧，他几乎是有计划的把全球主要的语区的各种语言都去测试了一遍，去测看看他的理论需不需要调整。OK， 他的确很常需要调整，所以呢，除了这个深层语言学之外的，你会觉得说，你今年就要讲，你去年讲是错的，那你什么时候才讲是对的呢 ？OK， 那他就是一直这样调整到2010年的时候呢，基本上到MIT出来就是 Reynolds Program 出来之后就不太调整之后呢，所以我刚说我们公司是2011年成立的嘛，11年的时候不是成立了我们这间公司，在国外里还有一个叫做 ByteX 的公司，做 NLP 的公司就成立了。那 ByteX 这间公司也很好玩，他们成立的时候就直接开宗明义讲说，我们是依照语言学的 linguistics knowledge 来成立的，所以他们的演算法完全都是用语言学的知识来做。好，那两边在做的又不太一样，一个是生成式的 AI， 一个是理解式的 AI。这边差在哪里呢？在整个 NLP 的领域里面，你发现说，以前我们做这种预测型的 AI， 什么是预测型 AI？ 天气预测就是一种，对不对？我们收集过去的天气资讯，然后来猜明天大概有多少的几率会下雨，多少的几率会紫外线过量这种东西。那生成式 AI 其实是预测型 AI 的另外一个扩充，就是说我们不是来预测明天什么东西，我们来预测说你前面讲了这么多东西的下一个字是什么？预测下一个字是什么东西 ？OK， 我下面有2个字，我预测了下一个字，那我再把3个字再预测第4个字 ，OK， 4个字出来之后预测第5个字，叫生成式 AI。它名字自己跟我们讲了，它是生成式的 AI， 所以它没有在做 understanding。OK， 它没有在做 understanding， 我们有例子可以给大家看。那我们做语言学跟大家不太一样然后我再跟客户再解释这件事情，就是
我们比较常做的事情是 understanding。我们想知道的事情会是这个音在对方的耳朵里听起来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在语音学上面讲说 minimal pairs 是什么，对不对？会不会在这个语言里面对你来说这两个音听起来是一样的？比方说某个语言里面 R 跟 L 对应是一样的，所以我发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对不对？或是像很多年轻一辈的小朋友在学台语的时候，他听不到最后的那个长那个 P， 对不对？他听不到如后面那个如，他听不到那个朗后面那个 K， 所以呢，他听起来就他讲台语很像超音的样子，咋高咋，对不对？好，或是那个56的6，他就念拉，狗拉 ，OK。然后这些事情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想要去理解是，人到底是怎么去听这个东西的？为什么其他小朋友在听的时候可以听得到，你长大之后开始学台语听不到这个东西了，对不对？好，你在成长过程中，因为母语没有这个系统，所以就开始没办法 receive 到这个讯号。所以语言学有很大一块在做的事情是理解型的 AI， 理解型的 AI。好，我今天等一下的很多的内容哈，表面上看起来会得罪很多人。先跟大家讲，不好意思，很抱歉。通常这种不好意思、很抱歉，好像对当事人没什么效果，但是我还是要讲，不好意思。我的目的不是要得罪你，我的目的是要告诉你说，我不是一个二元分立的人，二元对立的人。那我跟他讲，听老师说，我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样子的话，只是我觉得有更好的做法，有更好的做法。然后呢，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出来，这张图看出来的话是语言学跟现在做的一些大型语言模型呢，其实是一种互相支援的，他们可以做出很多的生成式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出很多理解式的东西。那什么是语言学？什么不是语言学呢？大家看一下，这种图大家看过吧？对不对？很常看到嘛哈。如果只是要做视觉的效果的话，我也会用。如果只要做视觉效果，我可以用。好，如果你现在有个期末考的题目报告题目，他说这两个是文字云，文字云呢是说有文章进来，那个文章出现的某个词的次数越多的话，它就越大。这边高雄都出现很多，大家出现很多，这边都是两国和高雄，所以呢，请从人事实地物的角度写了 A4 2页的分析报告。我们看这样的话，就觉得，这在讲什么东西？有点难以想象，对不对？给你多一点东西。我告诉你第一个背景，这是高雄市长选举结束之后，候选人发表的演讲。但是可能不同届哦，为什么加这不同届？表示他有可能是2天胜选，或是2天败选，对不对？我们不同届哦，所以这是候选人发表的演讲。这样看起来会觉得说，我们刚刚这样子讲的时候，刚开始不太知道该怎么下笔，突然间好像可以下笔，对不对？好，如果你是胜选的话，你会提到比较多高雄，还是比较多我？就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再加一个，那2个讲稿事实上真的是一个是胜选，一个是表演讲。好，好像更可以写，对不对？好，更可以写。那这些东西在干什么？你会发现，我每多一点点背景的补充，你的分析就越具体，越知道怎么下笔，对不对？在外面有很多像这种东西，就是这是一个叫 iBuzz 的一个产业领域分析词汇的文字语。比方说我是卖那个汽车零件的，我是卖汽车零件。那汽车零件的话，在台湾来讲，绝大部分的汽车零件不是我们自己做，我们去进口，去进口一些外面做好的零件。OK， 那问题就来了，我要进口哪些零件？一台汽车有这么多零件，对不对？我要进口什么东西？大家其实都有看那个山道猴子嘛，有吗？OK， 你有注意到，他马上换车子要换什么东西？避震器，对不对？好，避震器。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去那个研究所有的重机的那些改车，重机的那些改车，他们大家聊什么东西？如果去 Dcard 啊，或者是我去那个 Volvo01这样子相关的版面，看一下你们都在聊什么，都在改什么的话，你可能会发现，避震器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字，对不对？好，那如果你作为一个这个零件进口商的话，你要进口什么东西？当然是避震器啊，不要进口大灯了，对不对？好，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产业这个原来文字是这样子用的。那这么一来呢，就会有一个 sales 来跟你讲，他说
大哥，你们是做这个汽车零件的嘛，对不对？好，我们帮你分析好这个产业的这个文字云的，看起来原厂啊、sports 啊、空间啊这些是很重要的词汇。那业务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要注意什么东西？就是如果说你今年要卖的东西是副厂的，请你不要提副厂，好，你要讲相容原厂，啊，因为原厂这个字是比较重要的。OK， 才能讲。好，那右边这里是一个网络温度计，好，大家看这个，哇，好准哦！这个模型现在可以有正面是7%，负面是8%，中立是85%，对不对？这里有904709天，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果，对不对？有数字，很科学，是吗？刚刚讲的那些东西，语在哪里？举大部分都上过那个语言学概论嘛，对不对？那语义在哪里 ？OK， 那我再 review 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刚那件事情是我乱掰的。刚刚那两个文字云就是我自己乱打出来的。OK， 我会编出两个文字云，然后你们一定也可以照这个文字云写出一篇看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文章，对不对？哦，那个分析的东西。但是呢，你会发现文字云这个东西跟我们所受过任何一种科学训练图感它不一样。所有科学图都告诉我，请告诉我 x 轴是什么意义 ，y 轴是什么意义，哪个数字是什么意义，对不对？可是文字云无法告诉我这件事情，所以任何从文字云做出来的分析都是你的幻想，都是你的幻想。那我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马上就会有一些人就那个 judge 我，他说，你这是有问题的，什么问题？就是这样的文章是你自己打的嘛，对不对？真实世界根本就不会这样子啊，真实世界是非常的清楚的。大家上网去 po 文章的时候，都是那个带着目的、带着意义、带着这个标准的一个意图、完整意图去写文章的，对。所以他们就要骂我啊。我们从 IG、从这个 FB、从 Dcard、从 PTT 都做真实的语料，真实的语料才不会像我这样乱打，对不对？这是我昨天抓的真实语料，这是我昨天抓的。就是重复。OK， 当你今天从 PTT 大量的用爬虫，或者用那个 Dcard 大量爬出来的时候，我就问你问题：你有没有自己找一个人一天去看过？你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做的话呢，那总会你删不掉嘛。然后这种东西又提供你的文字云大量的 base， 所以就会出现很多的脑子，对不对？共产党，台湾人。会出现很多这样的字嘛，对不对？就是影响了你去做的这个统计的结果，所以你的那个文字云就没有参考意义了。所以你没有去做人工的筛选这件事情，对不对？第二个问题，如果你真的说，一个我有做人工的筛选，那就第二个问题就冒出来了，那你的文字云就不客观，对不对？请问重复几次叫做太多重复？这是你自己的判断吗？是不是？所以做出来的文字云是你自己主观的判断。好，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我们用统计来去做文字云的语义分析，靠不靠谱？OK， 靠不靠谱？看起来不太靠谱。所以呢，这是我们第一章会得到人的 slide。如果将来你遇到一个语言学的老师教你说做文本分析的时候，第一招就这样说：我们现在计算一下词频好了。OK， 那我自己个人有高度怀疑说这个老师是不是不懂语言学？好，我不是说词频不能用，我是说它不该是第一招。OK， 不是说词频不能用，我说它不该是第一招。好，这边有一个那个校外是做写程式嘛，对不对？就像我们在写程式嘛，那个 parser， 可以去做 C 的那个 parser 一样。你要做 C 的 parser， 不会第一件事情，我先说要看整篇这个原始码面有几个左刮弧，几个右刮弧。对不对？你不会先做这件事情，你会先做统计或者下手。好，所以统计不是不能做，可是它不会是 NLP 的第一招。那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学过了语言学之后呢？我们想说，不然我们来延伸一下我们的这个专业领域，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去打开这个 NLP 的一些坊间的课本啊，或者是坊间的课程的时候，就发现说，打开第一章告诉你什么是 NLP， 第二章就告诉你断词。然后呢，断词里面的第一节呢，就是要算词频。
做过这种事吗？这一张可能就是这张，我说这张 slide 可能就是那个得罪老师的课程。人就发现说，他叫我们算词频的时候，算完词频之后，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 ？Stop word removal， 有印象吗？对不对 ？Stop word removal 的意思，把那些出现太多的字把它删掉。好，我觉得那个是 stop word。OK， 你一删掉，就发现说，那你就把别的结果就破坏掉了。好，那第二个是语料库的问题。中央研究院它做了一个汉语的平衡语料库的平衡语料库。我个人也很常用这个语料库。我用的方法是说，我先来看看这个东西到底前后是有什么。OK， 然后我不是看那个词，我就是看结构，不是看那个词，想看结构。那这里他跟我说，那我对这个平衡语料库最大的质疑是来自于平衡这个字，不是语料库。为什么呢？他说，语料收集经常受到平衡分配在不同的主题给理解和语式上面。什么是语式啊？我还没有拿到那个语言学的 PhD， 对不对？但至少在我读语言学的这个时光里面，我从没看过语式这个东西。我看过句型，好，我看过 phrase structure， 啊，字珠结构，我没有看过语式啊。所以语式的定义是什么东西？我上下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什么是语式？那第二个，平衡语料库它的分类分成哲学、文学、生活、社会、科学和艺术。哲学8%，文学13%，生活28%，社会是38%，科学8%，艺术5%。OK， 在座的各位，你们自己扪心自问一下，你平常的言谈是不是照这个比例？现在已经是那个2023年的12月5号了嘛，对不对？今年你讲的话里面有一个8%的哲学啊。如果没有的话，你讲说，所以这个语料库好像不能代表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要做某个抽样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这个东西它本身资料本身有 normal distribution， 对不对？有这个比率的分布，然后从这个分布里面做一些抽样，这么一来呢，我的抽样就代表这个分布。可是如果说语言的分布长这个样子，然后其中一个人长这个样子，然后你抽样抽这个样子，然后你说这平衡 ，OK，again。我觉得我 question 的东西是平衡这个字，不是语料库的东西。我赞同说，的确你收集了一些东西，那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是它平不平衡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第二个，刚刚也讲了嘛，我们要去收集的那个语料之后，常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算一下词频好了，然后把那些出现最多的字把它删掉。比方说的，对不对？的出现太多字了，把它删掉。好，是不是的是出现太多字了，把它删掉。好。为什么什么叫太多次啊？太多次的意思就是，很明显的它的次数远远高过其他的字嘛，对不对？这么一来，人类的语言表现本身就不是不平衡的，对不对？在整个语言的句子里面呢，会有哪一些 word 出来的话，本来是不平衡的，你为什么去追求那个平衡呢？这个事情诡异啊。那下一个的话就会是，我们常看到，我刚刚讲很多的是那个统计的。好，然后下一个上是看到统计和几率常放在一起上，统计几率放在一起上，那几率是怎么靠统计？这个工程师会就进来，我就成东西坏掉了，就自问一下，那个东西会不会动？会动，对不对？比方说这个手机保护的松松的。会动，那它应该要会动的吗？不应该，对不对？应该要维持清醒的才可以保护我的手机。好，会动，那应该不该会动，所以呢，我就用胶带把它粘起来，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如果反过来，像我们办公室有台电风扇，最近按下去它不会转，电风扇不会转，那东西会动吗？现在不会动，它应该要动吗？应该要会动的，所以呢，用比例试试。对不对？好，这个维修指南呢，基本上你有这两个东西，就是胶带跟比例40可以解决99%以上的问题。好，那我下一个问题来了。现在宇宙间所有可能的球体中，我随机叫一个球，如果它是绿色而且有弹性的，我就放到 A 这个篮子里面去。好，如果它是绿色而且有弹性的，我就放到 A 这个篮子里面去。如果是其他情况，我就放到 B 这个篮子里面去。OK，
现场在座的各位能不能够评估一下？你觉得那个 A 篮里面的一个球啊，进 A 篮的几率大还是 B 的几率大？你可以预估这件事情吗？其实可以有。预估来自哪里？你要绿色球有弹性收入 A 篮，然后呢，另一个是其他情况封 B 篮。看来进入 A 篮的条件比较高，它就比较复杂。OK， 或者就像说你今天要考那个研究所，或是想要去考个系所好了。OK， 这个系所不只是要求一个科目的分数，它要求2个科目的分数，还要求你其他德性的分数，还要求你有其他的那个生活的比赛的表现的时候，他说，你要求那么多啊，对不对？假设所有学生表现都是一样的情况之下，你发现说，那这一个系所要进去的几率是比较小一点点的。为什么？因为他的选很多，对不对？所以人类有这个能力哈，你不需要去看过的远古时代的人类，我们去追斑马、去追长颈鹿的时候，好，我们有这个能力，你不需要看过1只斑马怎么走，你不需要这件事情，但是你就看到说，这只斑马的这个脚印怪怪的，它是不是受伤了？那我们追这一只，不要去追着看，很正常。OK， 你不用做这件事情。人类有这个能力是说，我们可以靠对于那个逻辑条件的一些推演，我们去做出一些猜测。这是我们人类厉害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可以讲出完整的句子，到3岁的时候，你爸妈只是希望你安静一点，好不好？讲不完，一直在问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为什么桌子是要4只脚，为什么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多问题要问，对不对？而且每个问题都是 grammatical 的 ，OK？ 所以呢，你说他3岁以前他在看过什么东西？他没有听过多少人讲话，他可能还没上幼稚园 ，OK？ 他身边唯一那个照顾他的可能是他的妈妈，可能是他的爸爸，可能是他的那个祖父祖母，根本没有谈过的 input， 可是他就可以讲出很多的句子来。原因是因为他脑子里本来就有点东西，脑子里有点东西。然后他现在开始问你问题的时候呢，他不需要说，哎，请你带我去那个楼梯旁边，我要滚下去一个10万次才知道说，哦，原来这里有边界，不可以小心掉，我要小心会掉下去。人类有这个本领，就是我们可以依照逻辑条件推演来去知道说什么比较可能，什么比较不可能。所以光凭逻辑就可以完成几率的估计和计算。OK， 你不需要经历这件事情。我给你更多的例子。现在语言学呢，其实就是在研究全世界人类的脑子里面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函式逻辑，共同语言函式逻辑。那我们这60年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逆向工程去定出这个逻辑到底长什么样子。OK。那我们讲的什么是内建逻辑能力啊？假设一下，这是2盘残局，大家都会下象棋吗？好，有没有看出来这2盘有点不太一样？有。什么白盘的不对劲？左边的为什么？帅怎么样？帅在外面怎么回事啊？对不对？他是不在外面的，是你需不需要看过几万次的那个棋局才能知道这件事情？不用，你为什么一看就知道这个东西？因为你知道规则是什么东西。OK， 那你想看一下，如果这个规则今天有另外一个能力哦，不是下棋的能力，今天有另外一个能力，它的规则是你的内建能力的。它规则是内建能力的，你一听觉得这不对劲啊。OK， 所以如果你会下象棋，你知道说左边的残局是不可能发生的结果。你不需要经过几十亿次的这种刺激，可是现在AlphaGo 它是要的哦，对不对？它是要的哦。哦，他可能看过几十亿的这个棋局，他也学会哦，我觉得这个字不能放这里，在这个情况之下不能放这里。所以呢，你就想象一下，如果说这个规则事实上就是某一种逻辑或是函式 ，OK， 那你出生的时候就在脑子里面的话，那你是不是就马上可以预测到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对不对？那我在下一件事情再继续跟你讲，说你的脑子里面真的会有预设的东西吗？请问一下，你眼睛看到什么东西？很多车子，对不对？很多车子。OK， 你的脑子看到什么东西？你脑子是看到的是车子的边界，你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的东西，对不对？你并没有说，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只看到了一堆的像素和颜色而已。你眼睛不是这么运作的哦，
你脑子运作是什么？我看到了，哦，车子、计程车、机车、公车，对不对？你可以分辨，你看 identify 一个又一个的 object，OK， 好，如果过去有做过，不管是那个动词的研究，或是名词研究，名词研究我们就会有可数不可数，或者是量词，或者是动词研究的 T 的 T， 对不对？它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人类的语言里面有很多的有边界跟无边界这件事情。OK， 我们的视觉也是一样，有边界跟无边界的事情。有边界可以让你知道什么东西是一个物体，什么东西是一个物体。好，请问一下，你需不需要看过几十亿张的图片，而且要有标，你才知道说，哦，原来 x 跟 y 不是同一个物体？不用吧，对不对？你也不需要经过几十亿次才知道说，原来 c 跟 k 是在同一个物体上面，对不对？好，如果人类是这样子的话，那表示我们的生的小孩子跟数量应该要跟翻车鱼一样，一次挤一颗。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小孩子可能走到那个边缘的时候，他就没看到被跌下去。OK， 好，他得摔个，至少个几万次吧。摔个几万次之后呢，没有摔死人会活下来。天哪，这好危险，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你在地上画一个那种我们所谓是视觉的那种视觉错像，就是我把那个线条故意画的那个洞，它其实是平的，是平的地毯。好，小孩子爬过去的时候，哟，这个洞它就闪开了。他第一次看到，他就会闪开了。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说，人的脑袋里面是有预设的能力，人脑袋是有预设的能力。有这个预设能力呢，你就不需要经过大量的刺激才能学很多东西，对不对？我不否认说现在我们的 AI， 它的确是某一种的智慧表现，可是那种智慧表现一定跟人类是没有关系的，跟人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人类的这种智慧表现是跟它是没有关系的。那爱因斯坦说啊，所以这句话讲得非常好，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把它翻成适当的中文啊。就像我讲说今天的这个题目也是，英文的题目中文好 ，Everything should be made as simple as possible。我们要追寻的东西是那个 simple，OK， 可是不要把它 simpler。OK， 把它 simple。你开始 simple 的时候，你就不由自主的加入一些你个人主观的意见。好，什么是 simple？simple 是 mimic the nature。自然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怎么做。为什么自然就是 simple？ 为什么自然就是 simple？ 我有更多的原因是因为自然很残酷啊，自然很残酷啊。OK， 我们大家可以坐在这边上课，或者我们有一片三菜，不太需要担心说下一餐我们有东西吃，或者今晚要住哪里。这个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很晚近才出现的事情，对不对？啊，可以想象10万年前，啊，10万年前，当时我们还有原始的语言系统的时候，可能就会是小强、小明、小华出去玩，回来之后只有小强和小明，对不对？那小华呢，就遇到了一只那个龅牙大猫，剑齿虎，就回来了。OK， 所以当时呢，自然是这么的残酷的情况之下，你就不会去做任何多的、更耗能量的事情，或是更耗能量的设计或多余的设计。每一个长出来的东西都应该是要有有功能的，包括我们盲肠都是有功能。好，那这是 simple， 所以我们尽量去学说自然长的样子，我们就怎么做。那 simple 呢，就是我们首先把这个 nature 做一下取样，对不对？取样的可能全取错，然后再假设一下，我取出来的东西是代表自然，好，这个假设也是一个问题的。然后我们再做一个数学的一个数学的公式，然后说，这个数学公式可以帮助我们逼近这个自然，不是嘛？你逼近的是你的假设，而你的假设是根据你的取样，对不对？你的第一步和第二步都是为了这一步，那第一步、第二步都是我是 questionable 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模型的 AI 在干什么。大家听过 BERT 和 GPT 吗 ？GPT 你听过了，对不对？听过 BERT 吗？有人有，有人没有啊。对于语言啊，对于语言啊，我们一直要知道的事情是哪一个元素跟另一个元素之间彼此有相依关系。什么意思啊？你在学外语的时候，比方说
老师一直跟你讲说，哎，第三人称单数，对不对？像那个第一动词加 s。OK，be 动词或者是其实是某些动词 continue 或者 like 的时候，后面那个动词加 ing。或是 have， 然后加 be 动词的时候，然后我们用一个 be pp， 对不对？我们一直在学东西什么？语言，任何学语言的时候知道说，语言中在学这个字跟另外一个字有关系。大家学过一些偶语系的语言吗？像那个某个语言里面有阴阳性的变化，对不对 ？Maria 的 Mario， 一个是男生的名字，一个是女生的名字，因为你看出是 R 还是 O。OK， 好。这些东西让我们知道说，哎，它语言其实重点是某个东西跟另一个东西有关系，而这个东西呢，通常不是线性的，有时候隔很远，对不对？有时候隔很远。好像这个一条扁扁的鱼，那个鱼为什么要条？不是跟扁没有关系，是跟鱼有关系，对不对？好，或者这个胖虎的妹妹说大雄暗恋自己，这个妹妹是谁？自己只是妹妹，对不对？胖虎的妹妹不在这个地方。胖虎妹妹可能胖虎根本就不在这个句子里面。OK， 胖虎只是为了 anchor 说这个是个妹妹而已。好，所以下个问题就是，好，我们现在要做语言模型，我们希望可以从资料里面炸出来一个规则，或是炸出来一个模型。这模型可以告诉我们说，哪个元素跟英文数字有关系？怎么做？用倒定的方式来做。我们把语言通的是语言，我讲语言说是语音哦，好，目前世界上大概有7000到9000种语言，好，有文字的其实很少，对不对？所以我们讲 language 的时候，其实我们讲是一种语音的东西，先把它变成某种文字记载，然后呢，我们的文字的时候，你发现说它会丧失了什么语气、语调跟元素，好，然后呢，我们再来断句的时候丧失什么前后文。让我举个这个政治不正确的例子来讲一下。好，假设你的女朋友跟你讲，你再做一次试看看，她是让你做还是让你做？不要你做，对不对？在做这个男生求生欲都非常的强烈，都知道不要再做。好 ，OK。可是呢，如果你是个家教老师，你教你的学生说这样，会了吗？你再做一次试看看。你是要他做还是不要他做？你有他做。对不对？你做断句，所以你上次前后文，你就不知道说这句话到底前面是老师跟学生讲的，还是女朋友跟男生讲的，对不对？所以他的逻辑就不见了。逻辑不见的情况之下，再往下你去做，把它真正变成一个 neural network 的模型的时候呢，你就最后连文法、句多那个逻辑因果知识，通通都不见了。OK， 你们有没有试过去考那个 ChatGPT， 问他一些文法知识？有同学有没有？去试试看，发现说他其实不太懂任何语言的文法都一样。OK， 他没有办法用正常的不管是英文、中文或者是他会任何语言描述文法关系。包括我之前这样试过，我问他说，狮子吃了一块蛋糕，狮子是主词还是受词？为什么用食材蛋糕？因为我怕他的训练上面有很多狮子吃了那个河马，不是狮子吃了斑马，对不对？一般来说，狮子和斑马不会出现嘛，对不对？那狮子是主词这件事情应该有标记过了，所以就试试看狮子和蛋糕。OK， 所以狮子吃一块蛋糕，到底狮子是主词还是受词？他就回答我说是狮子受词。OK， 然后我再回答说真的吗？他说对不起，我搞错，狮子是主词。然后我说你确定？他说对不起，我这样想到是应该是受词。好，那个在座当老师的应该知道，我们有时候要测试一个学生到底是真的懂还是假懂，所以我们就问他真的吗？你确定？对不对？然后呢，真的懂的同学呢，他会坚持自己的答案，对不对？我再给你更多的例证，告诉你为什么我是这样讲的。假懂同学呢，就开始换答案，对不对？这样你是不是知道说，你其实不真的懂？好，那我们的东西呢，我们知道说。语言从 language 到人 model 中间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层的脱掉一些语言重要的东西，所以呢，你就越来越失真，你离真正的语言越来越远。那我们真的要做语言的话，我们希望可以尽早开始。好，阿丽卡是一个文字的处理工具，所以它是从 text 开始的，它不可避免的是丧失掉了一些语气的问题。OK， 像它分不出来什么是哦，什么是哦。OK，
好，那我们刚讲了，从上下文，然后炸出来说某个文字和另外文字的关系，所以一个暴力的方法是什么东西？我全部的字都假设里面有关系，全部的字都假设没有关系，但是我只是看说谁的关系更密切。OK， 更密切。所以呢，这个字它就是跟前后有关系，它跟前后有关系，它跟前后有关系。每一个前前后后都跟这个字有关系。OK， 那我怎么表示这个字？就由你前面的 W3、W5、W2 或者 W6、W1 跟 W7。OK， 有点前后来代表的这个字是什么东西 ？OK， 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到，一定会有另外一个，假设 WK 好了，对不对 ？WK 这个字呢，它刚好也是前面是1、2、3，后面是5的，可以想象到吗？比方说，我买什么当午餐？那个什么，对不对？我买早上我买蛋饼当早餐，早上我买烧饼油条当早餐，对不对？这个东西可能不会变嘛。好，这个变的时候呢，前后东西是不是都长得一样？好，在这种模型之下，会觉得说，当它前后一样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应该是很像的。他会觉得是这样子，所以呢，这样听起来是用来做什么这样的用途上面？搜寻引擎，对不对？所以你用 Google 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你讲一什么东西，他就会说，你要找的是不是这个？为什么呢？你会发现说，你要找那个字啊，你要找那个字，好，它的发表看起来有很多，大概1000万笔而已，感觉很少。是不是？可是如果说你愿意换成另外一个字的话呢，哇，就有1亿笔哎，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找的是不是这个？他怕你的搜寻行为跟别人不一样，好，他给你更多的东西。所以呢，虽然 Transformer 这样的技术是 Google 发展出来的，但是 Google 第一个 care 的事情是说，我怎么样子用它来增进你搜寻的效果，它把它用在搜寻上面。OK， 他并没有想到说用在 GPT 上面 ，OK， 用在搜寻上面。所以呢，大家就说，Google 是这么厉害的一个科技公司，比如他们做出来的这个 Transformer， 第一个用的是 BERT， 然后呢，前面几年其实17年、18年、19年，甚至到一直到21年的时候，大家在谈都还是 BERT， 在谈都还是 BERT。OK， 那这个架构是更适合使用做在搜寻上面的。下一个是 GPT，GPT 架构是什么东西？我利用前面的字来去猜下一个字是什么东西。所以呢 ，The chicken walked。OK， 这是 walk across， 然后呢 ，the chicken walk across 的话，你会看构动文本会说，这个笑话给不同人讲，这鸡为什么过马路，对不对？好，基本上过马路的时候，有人用，OK， 用好，有人用那个用马呀，这种东西，这个字看起来不是很重要。但是如果 chicken across 的时候，chicken walk 的时候，下面加 across 看起来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结合，所以他就把它这样讲起来，说，所以呢，这个是 across 是由于这是 chicken， 这是 walk 的关系。OK， 好，注意到我们在干嘛不要看了太多的那个演算法的原理之后就忘记我们在干嘛了，莫忘初衷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我们想要知道哪一个字跟哪个字有关系，对不对？然后呢，非语言学的方法就是我们刚刚看的 BERT 或者 GPT， 非语言学的方法，他不知道，所以他做什么？我假设全部都有关系，只是关系的深和浅。关系的深和浅，深和浅怎么办？怎么定？越长一起出现的就是关系深。好，越长一起出现就是关系深。好，但是这位同学很多是那个大学生嘛，一般说，如果老师在不同的课堂都看到，这两个同学长期出现，越长期出现，这两个同学应该是关系很好，对不对？你们两个修课都一样。好，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去假设这个事情。就来看LLM 我说它是很会生成文字，它其实并没有 understanding 的能力。我叫它帮我写一篇100字的道歉信，有没有写出来？有写出来啊，对不对？就很多人讲说，因为你看，你叫他写道歉信，他就写道歉信，他果然听得懂啊。那再换一个150篇的道字歉信写一半，他居然也写出来道歉信了。发生什么事？这是 impossible to be understood， 对不对？这是不能被 understand 的东西，你居然可以 understand， 表示说你 understand 是假的。
OK， 那往前看的话就知道说，哦对啊，其实这个 chicken 跟 pork 对你来说顺序重不重要？顺序可能不是那么重要，对不对？只要这往前面这个 occurs 以前出现的某一个 token， 对你来说，这个东西好像会让我触发下一个 token的话，我那个字会冒出来，对不对 ？OK， 所以呢，我还在想，我不否认它产生了某种语言能力的表现 performance，OK， 但是呢，这个东西背后运作的原理一定跟我们人类的语言能力是不一样的。OK， 我们 care 的事情是 competence， 那就好玩哦。过去1年之间有很多的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的那个 paper 冒出来，然后希望可以用 ChatGPT 或是 LLM 来去解释某一些理论现象，对不对？那你在 based on 一个很 shaky 的一个机器在做实验，那表示你所做出来的实验结果都是 questionable 的。好，那语言是什么东西呀？我们还是回到语言的本质来看，语言的本质是一种离散的资料。这本书叫《离散数学》，里面居然有个句法数是2元的。OK， 这个句法数是2元的。我个人是那个很杂学，什么书都看。那语言呢，它的本质上是种离散资料。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离散，什么是连续啊？那我们在做这个资料的时候，你知道说资料大概分成3种形态。第一种是 descriptive， 就是说我们做label 和标记。比方说，今天有一篇文章出来了 ，OK， 我就找很多同学来帮我标记一下，它是属于正向的情绪还是负向的情绪？它是 high 的还是 low 的，对不对？那它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OK， 同学帮我做一个标记，标之后呢，我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标记，然后我去做后面的这个分析和分类。好，这边我常常问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如果你是巴菲特，OK， 你听到某一档股票大跌，对你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就准备要进去，我准备要进场，所以对我来说那是好消息啊，对不对？可是我们是散户，所以我们听到大跌的时候，我们对我来说是坏消息，对不对？所以好消息跟坏消息，你会发现我们找人来做这种 label 的时候，遇到一个没有观测到自己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在什么位置会影响你的标记。对不对？在什么时候影响你的标记嘛？所以你的标记是没有办法 standardize 的，无法标准化的。好，下一个我们讲说离散的资料跟连续的资料，离散跟连续是这样子的。请问数字1跟数字2中间会不会再插入另外一个数字？哪个数字？0.5好的。OK， 1跟0.5之间可以再插入一个数字，可以把0.25好了。OK。1.5就行。OK， 请问秋跟乙中间可不可以画上一个字？插不进去了，对不对？离散的东西是什么东西？离散的东西是说，它的每一个 token 中间呢，我们是有最小单位的。OK， 你走到这一点之后呢，我就无法再想下去了，好，连续资料什么东西？我们永远找得到中间还有更小的，中间还有更小的，你就一直插进去。OK， 数字一般来说数字是连续的。OK， 那语言呢？语言是离散的。我很常遇到说，这个字和那个字中间，我们就找到那个字给它插进去了。好，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发现说有点好笑，就是影像资料其实是连续的。好，然后呢，我们的今天学的这种那个machine learning这些东西呢，很多都是从影像的这些演算法衍生出来的。是你拿那个用来算连续资料的那个方法来算离散资料。OK， 就是你要拿那个明朝的尚方宝剑来讲清朝的官，然后呢，你不管这个方法合不合适，如果整上去他死了就是有效。OK， 我不否认它有效，任何刀剑都有效，对不对？好，但是呢，我的问题是，这合适吗 ？OK， 那方法上的合适吗？好，为什么呢？你先对语言的母体抽出一个文字样本，这边我们上先实证了，对不对？语言的母体抽出一个文字样本，然后你假设说，这样本代表这个母体，这个是有一个是不大对的嘛？然后呢，你用计算
连续资料方法去计算一个离散资料，对不对？好，就是那个让子弹飞一回应的，这是老三步，这三步感觉是错的。但是他们觉得说，因为讲比较简单啊，这样的确比较简单啊，因为把问题简单化，对，把问题简单化。好，那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很笨的，我这个方法很笨。为什么？我们继续看下去，有的方法会遇上一些错误。2014年和平时相比占中央政府教育最较多吗？他回我什么？我了解2014年的战中事件是香港一些的支持抗议活动。发生什么事了？他看到战中，还有呢和平，战中，对不对？有和平，又有战中，哇哦！不要忘记 GPT-4 的这个 GPT 的那个运作是什么东西？前面看到什么东西来预测下一个是什么？前面这个东西需不需要连续出现？不用，对不对？需不需要照顺序出现？我们刚刚看过这个，看来也不用。顺序也不重要，连续也不重要，所以呢，当你问下去的时候呢，他就给你这样子的结果，对不对？好，那我们试过比较大量的资料 ，GPT 大概可以信任的意思是说，它的那个答案是稳定输出，而且跟人判断都一致的，大概只有70到76%，70到76%，好的，基本上是比最烂的结巴断词的正确率还低。OK， 但是我们人在想这个东西，我们没有遇过这样的东西哦。人类没有遇过这样的东西，是人类没有遇过。哇，这个东西我知道它不是真的，它跟我互动哎，我知道它不是真的，它跟我互动哎，我就认为它里面好像有一种心灵在里面的，对不对？其实没有。你知道这黑板不是活的吧？你知道对不对？可是再多的人就说黑板上有张脸，不是活的东西会有脸，对不对？认知上的这一个 conflict， 就像我们现在遇到这个 ChatGPT 一样，这个 conflict 让我们觉得说啊 ，ChatGPT 或者是那个 Bard 或者其他的这个Pro 啊这些 LLM， 它好像是活的，它会回我。事实上，你会自我的强化那些它的回应是符合你的需求的那一部分。OK， 那现在你觉得干什么啊？现在你觉得搞这个样子？好，这是2023年创始的 paper， 看起来好可怕哦，好多数学式子哦，对不对？不要怕哦，数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计算，一部分是数学，一部分是计算。好，大家受过的那些那个国高中的时候的那些那个心理上的创伤，都在计算上面，不是数学，好不好？不是数学。好，那我很快讲他在干什么东西。他在讲是说呢，如果说今天的 collection SS 就是很多很多句子哈，它从第一句到第 N 句，那第一句是 collection of sentence 嘛，对不对？从第一句到第 N 句，哈，从第一到第 N 句呢，它这里面每个东西我们都说它是 SO， 什么是 SO？ 就是说我们把句子当做一个 syntactic object。OK， 你看哦，我这样做 collection 的话，是不是我就避开了我之前讲的我的上下文件的问题？我集成句包在用嘛。对不对？好，那句子呢？句子的意义实际上是由一个一个的动词来去做决定。一个动词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那个function来。你去看一个故事的时候，如果你只念名词出来，我念起来给你看。R 反身性 A 元素正，有办法发生什么事？对不对？或者你今天讲34小说的故事，好，你只看名词的时候，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好，猪3只。猪大哥，然后是茅草屋，猪二哥是木板屋，啊猪小弟，砖块，大野狼，你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对不对？如果说有动词进来发生什么事，所以呢，这篇文章讲什么？哦，原来这个 semantics 你要从一段一段的语义去把里面的这个 syntactic object 的语义抽出来，然后呢，每段语义之后你可以推断它后面发生什么事。他就在这个东西而已，好，这已经是把它formalize之后的结果了。他前面的话，他们在讲说为什么变这个样子，好，所以就把它给他吓到。那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像这样做。首先，语言学已经告诉你什么？语言学之前告诉你正解，就是说，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有关系，是吧？
对不对？我们整个 syntax 要学这件事情嘛，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有关系。好，而这个关系呢，我们还检测过了，全世界的人类的语言都是这样运作的。OK， 好，那你需不需要假设说，哎，这个 D 实际上跟每个点都有关系？我们只是要来看看说，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跟他比较有关系，你跟他比较有关系。你看关系是强还是弱？没有啊，我已经告诉你了，答案只有一个，真相只有一个，就是这个跟这个有关系，没了，对不对？那简单了，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写成程式码就好了，写程式码就好了。给你一个例子，这个是我们给我们的客户的一个例子哈，因为他也在问说我们到底怎么做的。但是我们已经申请专利发明专利已经取得了，所以我这边可以跟你讲发生什么事。前面几年我们都不太能讲，原因是因为专利是这样子讲的哈，就是即使你是发明人，但是在你取得专利以前，如果你乱讲，表示它是公开的技术，公开技术不能申请专利。即使你是发明人，好，玉山是台湾最高的山，巴拉巴拉的讲，这是一般人素人看到的文章长这个样子，但是对语言学家不一样。就像说我们今天我们是素人，对不对？我们看一个建筑，我们只看到就是什么建材，看起来很贵而已，对不对？我们只看到房价，好，但是一个建筑师看到的不一样。一个建筑师看到的东西就是，这是不是少根柱子？对不对？是不是装潢的时候把那个承重墙拿掉了 ？OK， 好，我们不会看到这种东西，那这是素人跟专家的差别。那我们作为语言的专家，我们看到这个东西，这几个字更重要。因为这几个字架构了这整篇文章或者整个句子里面的结构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就像他看那个建筑的时候，知道说，这个地方应该是有重量下来的，这个是应该是装饰用的，是不是？然后呢，如果是照现在主流的 NLP 方法的话，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几个字 stop word removal 删掉，所以后面事就不能做了。那一般说，我们就把那几个字通通把它写成一个一个的方选。这个字的功能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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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写完以后呢，就可以出单词了。玉山是台湾最高的山，是这个字的方向可以把前后分开来，于是就是玉山，台湾最高的山。然后呢，再我们看的呢是前后分开来，所以是台湾最高山。那最呢，以现代白话中文来讲，因为现代白话中文有非常强烈的二字词的这个韵韵结构，对不对？所以你最后最多往右边找两，为什么是右边？因为我们汉语的那个形容词是 head initial。对，所以往右找。好，如果我们今天是讲法文的话呢，它直接翻译成往左找。好 ，OK， 就往右找。这两个你找一个时候就遇到的，就停下来。你会发现光是这样找，那个 syntax 的成绩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把这些解开这个槽成功解开，我就断开了。玉山是台湾最高的山，我就断完了。我有没有去收集大量的语料？没有。我有没有去训练什么资料模型？没有，我做的事情就是我把这个语言中的每一个 functional head 写成一个的function， 写成一个的function。大家说，这些 functional head 是你针对某一种语言用的，另外语言不能适用。这是台湾语，这台湾语，好，我还在学啊，所以我看不懂。下面是中译，好，约瑟起来，并带着小孩子和母亲去以色列。OK， 我也看不懂，但是我知道。里面有个方向是什么？这个米这个方向是加在动词上面的，以这个方向是加在动词上面的，把是加在一个有方向性的动词上面。然后呢，底后面是名词，然后这个撒和撒是连接词。OK， 上面这里看不懂没关系，这些方向和中文的方向是一样的哦，是一样的哦。OK， 你们想过一个问题？这件事情是我在读那个台大的学位的那个时候。发现了我从想到开始读，想到是他是发明的资讯理论这件事情，对不对？好，什么是 signal？ 讯号，翻译不叫解释什么是 signal？ 一定要有一个 background noise 才有意义。如果没有 background noise 的话 ，signal 没有意义，对不对？所以 signal 跟 noise 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那什么是 noise？ 那表示它处理次数太多了，多到不好处理。你会发现 function word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它一直出现得在干嘛？
它告诉我这里有一个结构上的节点，以前后来分开处理的。OK， 那什么是最，什么是很，什么是非常？它告诉我这里有个结构上的节点，好，你只要处理后面就好。好，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之后呢，我就可以处理这样的结构。所以陈总，你这样子啊。好，这边很快的带一下，因为大部分不是写程式的 background。这边就是我先解释了什么是 active voice， 主动的 voice 这样的一个结构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然后呢，只要在主动的这个结构，在这个 active voice 后面的那个字呢，它就会是名词，不就是名词。然后如果这个字有点小，不过大家就平方结构后，你看大家可以瞄一下，你就觉得这段程式它这边怎么长好像？对不对？它就是一个有个什么 list 等于这个 list 是 start and group， 然后 revise 的 list， 然后这个东西开始找它，然后这个也是一样，什么 list 等于 start and group， 然后什么 revise 的 list， 然后去找它，后面长这个都一样。为什么长都一样呢？因为所有的字母结构最后都会落到一个两层的 XBAR 上面，所以不管你是 functional head 还是你是 controller head， 你反正就是符合这样的结构。这个结构是干什么东西？这个结构在找说，这个东西跟前面这个有关系吗？还是这个东西是跟后面这个有关系吗？对不对？前前后可以告诉我说它是有关系没关系的。同样的东西，我已经在中文上做给你看了，我已经在台湾语上做给你看了，我在台语上也这样做。OK， 我在台语上也这样做。好，所以。我们这里就的确有一个，这是一个台语的模型，这是台语模型。那我等一下就检测4个句子，这4个句子分别是进来一起按把它来，好，第一个是文化的精髓，然后还有一个是花期微熊的歌嘴，这看起来不像台语嘛，对不对？还像这一个，这我重复念，以之后卡等会叫来，修车师来修理，这看起来不像台语。对不对？不是台语 ，OK？ 那我们就可以把我刚刚讲我们做出台语的东西来了 ，OK？ 可以去 check 它里面的每一段的结构。先段子出来，段子出来之后，你会知道每个词是什么词形，这么一来就可以架出这个句法来，在后面就可以 run 出来之后，你就去比对说，那这个结构最像是我们曾经知道的哪一个结构。OK， 断出来之后呢，再看说你用的词汇是不是都是台语的词汇？那是的话呢，你就可以用。明显说有人是，就你讲的是台语的句型，可是你用的那个词汇是国语的词汇，对不对？你不会讲台风的台语，就讲一个台风。好，像那个我阿嬤，她只会讲日文跟闽南语，但是她有一次跟我讲，把那个电视遥控器拿给她的时候，她不知道怎么讲一句英文，对，她就把那个 remote。讲出来，让我吓了一跳。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就知道说，所以这边对方对象是拿来的，那就是对的。它整个模型会长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做的是结构嘛，对不对？所以当我输入爱瓜宾来的时候，它还说爱瓜宾来的结构像爱把它来，就是你爱跟来中间放了一个形容词名词。OK， 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同样的原理，国语我用了，台湾语我用了，台语我用了，客语我们正在做，也一样，因为这件事情也一样 ，OK？ 那这就是我们刚才那个结构的东西。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检查的句型？下面这个地方这一段，都是有台语那么好，不一定。加上这个其实不是台语，这个是 LLM 生出来的台语 ，LLM 生出来的台语。当阮拄到零零伊的车窗啊顶有一只不什么苹果糕啊 ，OK？Anyway， 反正这篇文章呢是它是一个那个所谓的台语的 LLM 模型做出来的 ，OK？ 那我们都知道了。LLM 厉害什么东西？生成，它不是理解，对不对？第二个，它生成的原理有没有我们讲的句法观念？没有，它就是把那个词汇一直往前兜上去而已，是不是？所以让这个做得更好一半。如果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所长，我告诉你说，我们有办法 check 你的
syntax， 我有办法 check 你的 syntax， 然后把你那个这个 syntax 是错的，真的是错的，我把你标出来，你再重讲一次吧，再重讲一次吧，再重讲一次吧，找到对为止，对不对？反正它会排嘛。那排到对为止的时候，最后长出来的那个 看起来就是对的结果了。就是我们最喜欢画那张图里面的，就是生成式的 AI 跟理解式的 AI， 其实这两件事情是可以相辅相成的。OK， 那这也是我们的题目，为什么讲说我们在做的是那个 linguistics for the age of AI， 就是我们看这个AI 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放着发挥我们的语言学的专长来做这件事情。好，那他讲的论文结构也很好玩的一件事哦，直接看。大家知道什么是论文结构吧？论文结构是告诉你说一件事情里面谁是主词，谁是受词，对不对 ？OK， 当你要把这个 LLM 的东西送到云端上去给 LLM 处理的时候呢，你发现说，有一些个资会泄露出去。假设你是保险公司，要保人张国强表示要办理退保，请问你就把张国强送出去吗？不行嘛，对不对？那怎么办？那没关系，我们有一个能力是，我把这个张国强变成没有人，要保人没有人表示要办理退保。才送出去 ，OK， 所以呢 ，ChatGPT OpenAI 就收到了一堆的那个文章，里面都是没有人，他都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所以各自不出去，各自都没有出去的。下一个，反正就说，这只是你把那个张国强变成没有人，变成转张国强，这是了不起的，对不对？语言学了不起地方在这里，陈淑桦打开给张国强，我把它变成了没有人打开给没有人。然后送出去喽，送出去的时候呢 ，ChatGPT 就会找出了很多没有人接了一通没有人打电话，没有人拨电话给没有人，对不对？那回来之后，请问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没有人是陈淑桦，哪一个没有人张国强？我一样可以把它转回来，靠什么？靠我们语言学上，我们知道谁是主词，谁是受词。主词的那个没有人是陈淑桦。受词的那个没有人是张国强，转回来了，对不对 ？OK， 对，这个也是我们的发明专利。所以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把以往大家觉得，语言学是没有用的，我就把那个一个跟你说没有用的东西变成一个发明专利，变成一个产品，拿出去卖，卖之后我们的客户就说，真的好用 ，OK。好，来告诉你说，我们做的东西它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所以呢，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东西。我们在做语义学的时候，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今天在学语义的时候，是说就是有个 number x， 然后 a less x， e less x， 对不对？这关系就是什么？如果可以做出这个 x a 和跟 x e 的关系的话，就可以把它们做出来。好，那 unicorn string stove 这是什么？某个语境之下有两个东西，就是 unicorn stove， 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这两个东西之间发生一个 trig 关系的话，你就说，这个是这个意思。好，大家在上 formal semantics 的时候上的，我的天哪，这种东西听起来好催眠哦，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在讲什么东西啊？动词是用来规范这两个东西的一个重要的元素，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所有这边的东西，就会是动词是用来规范这些东西的重要元素，因此它被highlight起来，它是不能变的，但这个能够变。人名可以是任何人名，人名可以任何人名，就是那 entity 跟任何的 entity。所以呢，你这是什么东西我不管，反正你只要 x 和 y 之间有 drink 的关系，我就觉得你是属于这个样子。OK， 于是我可以去做更精细的 understanding， 我可以做更精细的 understanding。那跟 syntax 什么关系？有，因为我们 syntax 的结构一开始那个断词的时候是用 syntax 结构去断的，对不对？还是干嘛去定说某一个 functional head 跟结构的关系是什么东西？我们用那个东西进入断词和它的词性之后呢，下一个是我们用 semantics 去找出你们这每个词之间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有一个 drink 关系。OK， 那做完以后呢，没关系，快一点点。做完以后，我们刚才讲说语境嘛，对不对？语境可以知道说，今天在某个语境之下有六个句子，像这个 T-shirt 是你去买手摇饮，对不对？你买手摇饮会注意什么东西？
10万亿的话，它至少有6个意图要给你确认。第一个，你喝什么，对不对？第二个，大杯中一小杯。第三个，冰块、甜度，还有呢，载具 ，OK， 还有呢，要不要塑料袋 ？OK， 一般如果他问的问题超过这6个意图以外，比方说，我可以加你 IG 吗？哎，你是不是有别的意图跟我讲？对不对？所以人类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呢，我们在学校上课的每个地方，像 pragmatics， 每件事情事实上都跟我们系统息息相关。你问的问题超过我的意图了 ，OK， 超过这个系统可以处理的意图了，所以应该不是我可以处理的事情。好，所以你看一下这个，如果有个独角兽吃露水的话，那时候说有一个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蓝色都是可以变的 ，OK， 蓝色都是可以变的，用这样子来做。所以独角兽吃的 whatever 的话，这个 whatever 这个地方就是在这里 ，OK， 那个东西它只要是属于肉的话，我们都觉得说，那你就是跟这句话的意思一样，你要讲露水，你讲露珠都可以。好，所以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在做的是我们追求 simple， 因为我们去 mimic the nature， 自然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怎么做，我们不去做过多的假设，让它 simpler。OK， 那我们去 mimic the nature 的时候，刚才说上面这个东西，你说啊，上面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最后用一个公式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不否认，在工程上你有公式的话，我就可以写程式。OK， 但是你做出来的东西，它也许有了语言能力的 performance， 但是它拥有的能力不是我们讲 human language 的 competence。OK， 它跟我们的人类的语言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好，一大清早自己要爆炸啊！我们刚才讲什么东西啊？我们刚才讲是，如果说有人第一招就开始用这个统计方法做语言学，我觉得其实是错的。不是说统计不能用，它不应该是第一招。第二个，统计又依赖一个平衡语料库嘛，对不对？平衡语料库存在的时候，我就不知道那统计可以依赖什么东西，对不对？下一个，我们用不可名语料去做一个模型的话，然后就宣称说它是平衡或是经济指数，就觉得说，那你这个模型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所有的 base 都是 questionable 的。那我们 questionable 呢？这件事情不是说我要做它。做什么人身攻击这件事情，而是说我们从一个做科学的角度来看，每件事情你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嘛。好，那下一个是几率跟统计是可以分开思考的。OK， 那几率呢，它可以依赖逻辑就可以做，逻辑就可以做。那刚好语言有内部逻辑啊，对不对？语言就有内部逻辑，所以语言逻辑在 NLP 就帮上了大忙，帮上大忙。我刚刚的那个台语的那个模型呢，我只用了18000个台语的句子。说啊，18000个，好多哦。OK， 在中文里面呢，最小的一个中文模型呢，大概要10万个句子。10万个句子，也就是说18000个是没有用的东西，是没有用的东西。那这样来看的话呢，何况是现在这个 NLP 的 GPT-4， 你知道 GPT-4 它看了多少文章吗？GPT-4 看的文章，如果用人类的平均寿命来算的话呢，你要看9400多辈子。你要看9400多辈子。OK， 所以我们用个科学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OK， 一就是事实上在座的各位都是转世的活佛，对不对？你们经过了那个生生世世的轮回之后呢，你都还记得前辈子看过什么东西，而且你已经转世投胎超过900多辈子，所以你今天拥有语言能力。对不对？不否认这种可能，只要你能找出证据，好不好？我们科学调研这件事情。二，我们出生的时候脑袋里就有一个东西，它可以让我们用很少的刺激就发展出语言能力。OK， 那过去的60年，我们找到一些证据，看起来这个方向可以用，可以 work。好，那如果说你看到一个语言模型，它是放弃内部逻辑的话，我觉得它是没有真正的语义理解能力。就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道歉信一样，把题目乱掰过之后呢，它一样可以告诉你，表示你没有真正语义的能力。那你会看到很多 CS 的 textbook， 甚至到2022年的时候的那个 textbook 还讲说语言学已经不能用了。他讲语言学不能用，还是1950年的语言学哦。啊，如果你有 CS 的同学跟你讲说，我们老师跟我们说语言学那个不能用，他讲的是1950年那个语言学哦。因为50年后的发展。你可以去看到那个2022年那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Peter Loving 那个 textbook 里面完全可以讲到500年以后的语言学，仿佛过去的70年，所有的语言学家都躺在地上等死。哦，很奇怪哈，我们就一代一代，每一年都有语言学的 PhD， 对不对？毕业之后躺在地上等死，对不对？没有啊，我们有做研究啊，对不对？可是他们都不看，他们都不看。好，那所以人家讲语言学的时候，我们都讲说，我再加一个 prefix， 叫做我们是现代语言学，现代语言学。但我们追求的是简约，而不是简略，因为我们觉得这才是科学。你要做科学的话，就不要忘记，做科学就是在探究事物的自然本质是什么东西。好，那最后就是回应这个题目，在 AI 时代，这个现代语言学可以帮你做更好的 NLP。好，只要你懂语言学，语言学就可以帮你。好吧 ，OK，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现在就是一段时间啊，打给我也让王老师啊，那个易安帮我看一下刷定，帮我来有没有人要跟王老师有些交流？那我先问几个问题，就是语言学的确可以帮忙，可是语言学的研究啊，就是不管是对哪个句法跟包括那些很重要的那些方学问，就是连语言学家现在都不一定弄清楚，或者还在争论中。那这个部分会影响到就是你在处理，因为比较复杂的句子啊，或者是说。对，那这个的确会有影响。那你指导方法，因为我们是做实业的嘛，哈，做类似指导方法就是说我们避开那些影响。然后我们在设计我们的这个系统框架的时候，是这样说，这个地方的确会有，因为我也在做这一本，这个地方的确会有不同的派别，会有不同的讲法的时候，我就会把设计成说，你要设计成那个样子的话，你可以享用它，那可以做。对，就是看你要用什么，我只是提供一个中性的工具。你喜欢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对，我并没有要规定你一定要干什么这样子。那我提供的跟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我可以用很少的比较就做到5件事情，就这样子。比方说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你们可以想其他问题哦，我也能找资料。比方说刚刚我们看到那个什么。爱慢慢来那个句子，对不对？爱慢慢来，要慢慢来，好，或是按照头来。那爱慢慢来不是我讲的哦，这是教育部的台语字典的例句里面给的例子。哦，因为我们家不是这样讲，我们家是讲按照头来。OK， 那总而言之呢，那个形容词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形容词是在名词的左边嘛，然后它本来就是 optional， 在一个 NP 的底下是 optional。可是有人觉得说，不是，我的形容词是在更上面的。对不对？我有个形容词的一个 APP， 我就是 AP 哈 ，AP 的下面才是你的 NP， 对不对？所以形容词也不能省掉啊，你省掉的话，句子会断掉啊，对不对 ？OK， 另外还有什么东西？实际上我是一个 NP， 然后呢，我只是在里面某个地方，我这里有个形容词，然后我这下面再是 NP， 这方面的 OK， 你两个做法。我们的这个系统都是相同的。如果你要让这个这个 A 一定要在的话，一定要在 N 以前的话，你可以使用的会是建的时候你就建这个进阶意图，然后告诉我说那个 N 一定要在，那个 A 一定要在。如果对你来说那是可有可无的话呢，那你就是建那个基本意图。那我会把那个形容词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所以我们并没有说限制你一定只用某一种方法来做，但我们可以做。所以generative linguistics 的那个老师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说，你这东西是用 generative linguistics 的角度做的，我说对。然后呢，有些构词语法老师他看这个东西说，所以你这东西不能做构词语法，我说错，也可以。你就强制说我那个东西就一定要在就可以了。于是呢，感到不好意思可以 work， 感到10分不好意思也可以 work。加个10分，构词语法老师就说，加个10分一就不一样了，这一不一样。OK， 所以你就强制那个10分一定要在，那没关系啊，
好，这样回答老师问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线上有没有人？我有问题。王老师你好，我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像您刚刚讲的这个状况，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想成是，用 L2 的观念来训练，或是说来建立这个 model， 就是把L2我们去学其他的语言的时候，我们都是已经知道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然后。那你刚刚的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比较像是 L2 的做法？先告诉他这些可以，然后他就根据这个去判断。然后第2个问题是比较技术性，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个，我很难想象。就是说，你刚刚提到说你用1万多个句子，然后你就把台语的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做出来了。那这个做实际上到底是怎么做？你难道真的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去分析吗？还是说有什么另外的技术再来做这一件事情 ？OK， 我的短期记忆有点短，我先回答第2个问题。第2个问题是说那个一句句去分析吗？是一句句分析的，不过是我刚刚讲的嘛，就是我把那个程式写好了之后，程式只是照着我写的那个逻辑一句句去分析它而已，所以。这样可以确保说所有的句子的分析方式都是一致的，那我就不会说我今天做某件事情，然后去放个长假回来之后，我的标准又变了这样子，要去做的标准化不一样。所以这个好处啦，就是如果我做错了某件事，就是我在程式的时候写错了某个东西的话 ，OK， 错就会错一片，好，鬼屏都能接那样。然后呢，错一片的好处就是很快就发现，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一定什么地方写错了，我去改，这样子。但是你在写这个之前，那你也要知道说，在这个语言里面，哪一个东西是那个 P， 哪一个东西是什么，是不是？所以最原始还是要有一些语言学家一点一点建立出到相当程度，对，才可以做这个。对，对。好，谢谢。这是我讲的，这是语言学的价值嘛？这是语言学价值。然后第1个问题是。L2，我觉得这是一个combine 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其实我们有点 L1 跟 L2 的东西都放在里面。L1 的话是告诉我们说，基本上如果你放进来的东西是什么模样的话，我就应该怎么计算。然后第2个是你要给一些例子来让我触发它可以怎么做。对，如果没有例子的话呢，我里面只知道说，如果你给我一个名词，前面放形容词的话，我大概可以怎么做。对，然后形容词如果其实找不到的话，我就往后找，这样子而已。但实际上呢，就是我放进来的这个语言里面，形容词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的，你得放例子进去之后，它才会动起来。对，所以没有放例子以前的话，它只是有一个很基本的，就是说我今天有一个 auxiliary 的东西的时候，我情况要分开。可是哪是 auxiliary 我不知道，我得在我的这段程式码这里去告诉他说我的 auxiliary 长什么样子。好，所以我今天换一个语言的时候呢，我就是把中间在这一段的这些字换掉。那这个语言里面，这是它的 functional head， 不管是 morphological 的 functional head 还是 synthetic 的 functional head， 这个语言里面这些 functional head， 另外一个语言的话，我们把这个 functional head 换掉，但下面的运算过程是一样的，这样子。谢谢。都来那个执行目前的答案。做的。老师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语言的这个系统的话，现在如果怎么样去处理一些优学的问题，就比如说像一些言外之意，或者说这种不礼貌话语的这种分析，怎么样用这种基于模型的这种，我看来我感觉这个整体来说是基于乔姆斯基的那个练语法去做的一个这样的模型的设计，那这种模型设计怎么样去解决在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下，由于产生的这种多样性的这种句型。多语用的问题是吗？对。OK， 我们的这个系统分成3个 level。你要去建立一个新的一个 project 的时候呢，这个 project 是一个 context 的意思，所以呢，某一个 context 像比如说像这个例子啊，你今天在一个医美诊所，你会讲的话，就是那些东西；现在一个金融场你会讲话也是那些东西。OK， 某一些情况之下，同样一个句子，在不同的语用下是可接受和不能接受差很多的。
OK， 比方说在家里面跟爸爸讲给我钱 ，fine。在银行，你就跟行员讲给我钱，不可以。OK， 好，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先定出来说你的 context 是什么东西。那你定出来的 context 之后呢，就会在这个 context 之下呢，我可以去表达某一些 intent 是什么。OK， 就把它建立起来。那建完这些 intent 之后，就是说在这个 context 下，我可以做这个 intent。那我可以再做第二个 context， 第三个 context。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这个context 这个东西的建构是需要很多的语料来支持的。你说需要很多是不是？对，就是可能在有一些语言，在某些文化背景之下，比如说在某一个原住民的语言中，他的语言中并没有像什么银行啊，然后餐厅啊这些地方，它没有这些语料，那它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建构起这样的语用？那个问题其实比较不是语言的问题，它比较像是在我们做的那个领域，我们叫做一个知识图谱的问题。对，那知识图谱的话，我们也在做，但是我们也是用这个系统去做另外一件事情这样子。比方说，你要不要喝一杯抹茶塔？你说不喝抹茶塔，对。可是你既然用喝一杯，我猜它是饮料吧？就是你会有新的知识进来，即使说我本来那个语言里面没有那个字可以用，那我会用我已知的东西去推测它大概是什么东西。就像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我都在听那个阿里安96.3那个原住民电台啊，有一次我就听到一个阿美语的一个在讲，他在教大家要把钱放在银行做什么投资，然后我就听他用阿美语讲的这个，说银行，我就好奇，你们阿美语是没有银行这个字吗？如果有讲到银行，就要突然间就跑出汉语这样子。OK， 那的确可能就像你刚讲的问题，你要去描述那个概念，对不对？你要描述那个概念，因为他用阿美语教他的族人要把钱放在银行这件事情，那你的语言里面没有银行这个字，对，没有这个字，但是这表示他不能理解什么是银行。就像我刚才讲国家塔，他我的语言里没有国家塔这个字，对，它是一种饮料，好，它是一种饮料。那我语言里面有它这个字，它不表示我不能理解它是什么一回事。所以你只要给我足够的 context 跟足够的 intent， 我就可以比对出来说它大概是指什么吧。OK， 所以这件事情还是可以做。那做法的话，就会像是我一个 input 进来的时候，我可以去比3、4个不同的 context， 说你讲这个东西是这个意思吗？还是那个意思？还是那个意思 ？OK， 我们的讲话也是这样子。有时候你发现说有2、3不确定意思的时候，你会问人家说那是什么意思？比方说打电话给银行，对不对？我的车掉到水沟里了。你是要我帮你拖掉，还是你要办小额贷款，要买新车？你不确定嘛，对不对？2个 context 都有可能。2个 context 都有可能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在 feedback 他，问他说你要哪一个？藉由这样的对话来去理解说他到底要做什么事情。OK， 这样你回答你问题吗？好，那你这边。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目前做的都是文字，那有没有语音转文字的这个辨识过程？这样子的专案？我们去年底的时候本来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做那个语音的东西。然后我们的做法和现在的不太一样。现在主流做法呢，就是反正就是他们叫 end to end 哈，端到端。语音讯号进来，然后这边都是文字，音乐都可以。然后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反正是个黑盒子。然后他们去训练说这个音波跟这个音波对起来就可以了。那我们做的事情呢是语音信号进来，我先切出来 syllable 的那个 syllable structure， 然后呢 syllable structure 出来之后呢，我再去对说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个词，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个词，然后再对出他们的新开的结构来，然后就推这样接不起来，所以这应该杂讯，删掉它。所以我们后面这边多了一大块，我们叫它 language model 的东西。OK， 叫它 language model 的东西。但是我们做到了今年的1月的时候呢，因为一个 OpenAI 它除了出这个 ChatGPT 之外，它还出了一个 Whisper 的一个语音模型。对，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完全就是 buy in 这个东西。从做 business 来看，我们不要去跟人家硬碰硬，所以我们这个 part 现在停下来。只是我可以跟你分享是我们在 approach 上有点不太一样。对他们直接是说那种，只要是输入跟输出对得起来，是对的。那我们在做的事情是说，没有跟输入的每一层，你都可以解释。对。我
我想再补充一下，其实我之前是做台语语音辨识相关，那他们就是用上面的那个方法。对。但是我们在处理语料的时候，永远都会发现一些不合，就它辨识不合语法的东西出来。对。那我觉得下面这个也许在华语不能用，那也许可以做在台语或是其他语言上。也许可以，对，我们还花了一大笔钱去找人家录音，对，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当然没有那个本钱跟 OpenAI 的100亿美金冲下去，对，他们刚拿到新的一轮的投资100亿美金，对，我们当然没有那个本钱跟大家说，我做出来了，然后所以大家就用我们的东西，当然没有这回事，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project 现在是太难的，但是方法上是这样做，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哈，就是如果你去回想一下今天我讲的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其实记不太得我讲哪一句话是有咳嗽。OK， 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脑子里面事实上是一句一句的 syntax 再去那个 pattern 的时候，你就看一下这里讲什么，那你在什么，你只要是套不上去那个东西，比方说我咳嗽的声音，那是 background， 那是 noise， 就忽略到它了。OK， 所以呢。人和人讲话的时候，中间有一些附近的背景杂音啊，只要不是那个声量大到把我的声音完全盖过去，基本上你可以靠一些其他的 information 把它 cover 回来。OK， 那你靠的是我心里已经知道说人开是什么样子，一个正常的句子应该是什么样子。你不会跟我讲说101天我欠到亲戚100，对不对？你不会这样讲话，这种东西那一定是杂讯。OK， 就像你今天去泡的时候很吵，可是呢，你仔细看，经常跟我讲话，我好像还听不懂讲什么东西。原因是因为其他的那个声音讯号物理上有没有进到我耳朵里面？有，可是它进到我的脑子里面去，要 parse 这个声音讯号成为 language 的时候呢，那个东西抽不起来，抽不起来，这个讯号抽不起一个句子，所以就一个多难的地方，你看它。我们听得很吃力，是我们花很大力气在ignore这些东西。有一听得很吃力。那我们想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希望一开始我要讲的问题是那个机会出问题。多个人讲话的时候，可能是凑起来的问题。对，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从 business 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是成本上不划算，可能就要放到学校里去做一个研究问题来做。可是从方向上来看的话，它的可及时性会高很多，而且就算是任何的 error， 我都知道说它是哪里产生问题。线上有很多问题，又是怎么就是囊括这个就是它所指涉的这个概念的集合？我不做那个概念集合的，我是告诉你这个东西，至于这个东西属不属于这个集合的话，是我们提供这个系统框架，让使用者自己去填。对，那使用者自己去填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哪，这件事情我是填不完吗？对，所以我们才会进行另外一个 project 叫做 IDES， 它是来做。IDES 呢，它就是来补那个所谓的世界知识这件事情。OK， 其实比方说我们今天叫小明出去抓一只独角兽，好，老师如果小明抓独角兽的话，这堂课就200分，好不好？老师说好，没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possible word 是找不到独角兽的，对不对？所以老师说好，没问题。好 ，OK， 那到底小明可以抓到的东西，独角兽包含哪些东西？他会抓了一只，只有一只叫西牛进来过来独角兽。那我们这件事是我们大的认知，这个认知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世界版的知识来去把它兜出来。那这个兜出来是相关关系，比方说狗是一种犬科这件事情，你一定在 somewhere 有看到某一个句子出现，有人讲狗是犬科的一种动物，或是狗是一种犬科，或是水是一种液体，或是这个水果水果可以是番茄，番茄可能是水果，番茄可能是蔬菜，诸如此类的，你一定会有这么一个句子，这么一个 instance 描述这件事情。那这个 instance 会帮我们建立起那个知识，这个知识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X 是 unicorn 的一种，或是这个 Y 是属于豆的一种，像这样，所以它这个东西一样是一个世界百科知识的问题，那就要看怎么去建立起来。对，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这个 Possible World 就很明显的找到真的 Iron Man 了，对不对？可是，在 Marvel 的这个 Possible World 就有嘛，而且看起来很多的。
给他们很多领域种类都有。最后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就是你写后引荐书那边，如果你要抓的关键字它被省略掉，这个程序，那就是有办法抓出来。没有。对，因为任何的资讯系统都这样，你要有操作的符号，你被省略到你在做那东西吗？对不对？没有东西，你要电脑是说，当没有东西的时候，你要做反应哦。这样说，什么时候设置没有东西？前后句有时候会这样斗死谁，比如说小明要牛奶，阿美西瓜，张三柠檬，这种就可以把那你的前后句要一起放进来。对，那我才可以告诉说，你这里发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这个东西这个没有出现的东西，就是前面的东西。对，你要一起放进来。不过有一些语言它是直接 is 跟 are 可以省。可以的。对，或者是冠词省掉，或者是名词的本身省掉。对。那你就可以自己在你给他的例子上，给那个例子进去以后，你就可以去它output出来之后，我自己把它加上去。既然它是可以省的，对不对？对，这个我是例子给你看，大概会是像。对不起，我没有准备这个例子。但是你正在写的时候呢，你可以把里面的某一个表示给他好了，要把人张或强调是他要办理推广。然后跟你说，这里面的他不见了，对不对？好，没关系啊，因为这个句子在最后output出来给你的时候，我会给你它的完整的 expression， 你可以把那个你要加的那个他再插回去，然后才送到下阶段的处理区。OK。那这个东西通出完之后呢，到最前面这里的时候，你可以下载的会是一个 Python 的程式码，所以在这程式码里面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在程式码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已经知道说那个句型到底是对到哪一个，然后那个句型呢，你知道他说，你少了一个 pronoun 在里面。对不对？那你在做下一步的处理前，就把它拖到回去。说这里，我给你的这些例子都审好之后，你刚才说这个法律改革是否可以这里，要不然账户就表示要把你退保，这是 utterance 的样子，对不对？那如果你要处理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说，或者新的零就是这个要保留，就是这个叫做强，加上表示它要好了，这样你现在可以去拿你的新的 artist 去做我们的事情。OK， 所以我提供你框架，细节你可以处理。